中山地標東區地鐵上蓋108天譽。嗱，依家真係冰點㗎，扣一得二，實用率咧去到100%啊！今期咧帶大家上去睇下我哋嘅公寓，走！睇翻我哋小區環境綠化都係相當之唔錯嘅，地段咧係 CLD 金融板塊，商業板塊咧有我哋 Coco City 同富日城。好，咁呢邊購物生活都係比較便利。依家上去睇下我哋示範單位。嗱，睇翻我哋嘅交通方面啦，水陸兩路咧非常之方便嘅嚇。有我哋嘅直通巴士直達嘅，咁自駕啦，仲有我哋嘅城軌，仲可以坐船。嗱，依家我哋入去睇下我哋嘅樣板間先 ，Let's go。全新家居3棟啊嚇，在售面積有47方到我哋嘅73方。咁呢套咧62方，嗱呢個其實都好好用嘅嚇，仲大中空廳。廚房、餐廳仲帶一個生活陽台，嗱呢邊客廳幾爽啊！坐喺呢度，睇下你買翻嚟自住又好，度假又好，甚至可以攞嚟做工作室。嗱呢個位置咁樣整翻張茶台飲下茶都好寫意嘅。好啦，咁睇下我哋樓上嗰個休息區啦，跟住我鏡頭呢邊，咁上邊做咗2房，嗱呢邊係客房嚟嘅，兒童房又得，或者功能房都可以。嗱呢邊係主套。都好精緻嘅嚇，第一個衛生間。呢種 loft 咧，依家扣一得二，總價冰點。有興趣嘅老細咧，可以評論區溝我帶你過嚟睇豪宅。